离得这么远，可不像是一对登对的仙侣。可要给令妹买个最时兴的兔子灯。这位店家，你怎么做生意的？你应该说我二人极为登对，应该买一对鸳鸯灯才对。这位小仙子可莫要诓我了，我见过形形色色的仙人，两位这一看就不像是一对儿。怎么就不是一对了？离得这么远，可不像是一对登对的仙侣。我全买了。嘿，好好好。你喜欢哪个？本尊不喜这些。你不喜这些，那么你一定喜这个。小神参见小殿下，不知小殿下与白绝真神降临下界，有失远迎，接驾来迟。小神乃思水之身。我没找你出来啊。适才小神收到了小殿下的花灯，灯上面不是还写着那个住口！一定是我写的太快，没写清。这暗夜无光的，你也没看清对吧？水神要说什么？灯上要写着什么？不重要，真的不重要。我还安排了好多好多好玩的。凶器来了！凶器来了！真有凶器祸乱。看来妖界大荒的封印已经破碎，穷奇才会三番四次的出来作祟。目光和古君刚从大荒回来，怎么会又出变故？一切要等查明真相，自然清楚。你速去神界禀报至阳神尊，告诉他我与白绝在此镇压穷奇之乱，请天启和至阳神尊去查看妖界的封印，看看妖界到底出了什么事。是。